哦，这影片很感人呢。主人搭了飞机离开了，留下了狗，大狗狗还会，天天去机场等待主人。人家要抓它，要打它，难道逃走？哎，他就不会放弃，后来被抓去，放在车上再走来，被机长的小孩从窗户进去，把他打开那个车门了，让他逃出来。第一次是被那个修理飞机的机工救了，抓他的临时助手。每当飞机降落，狗都会跑到那个跑道上那边要等待主人下来，差一点造成空难了，所以机场的警察都要去抓他。这一次被修理飞机的机工救走，见了临时的助手，但是他还是常常都要去机场跑道那边等待主人下来，主人回来。它很危险的，也容易造成空难的，所以那机场的警察都要抓走他就对了。第二次是被开飞机的机长的小朋友救走，后来感动到那个那个开飞机的机长都被上级骂了。但是之前那个小朋友还到服务台啊，还要询问那个狗的主人啊。有了一封信，后来他机长看到那个小朋友那封信啊，他受感动了。好像邀请记者来拍摄狗的状况，然后发布消息。最后竟然真的等到那个主人回来了。那狗狗跟那小朋友都有了感情了，真不简单了。那狗狗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都不怕淋雨的，等待主人回来了，你看真不简单。小朋友就去照顾它，照顾到趴在狗身上睡着过了夜。隔天狗要舔那个小朋友，把它舔脸颊，把它舔死。竟然狗跟小朋友又有感情，真是狗很忠于主人啊。竟然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啊！都会跑到那个机场要等待主人回来，真不简单。结局是有主人有回来的，很感人的影片啊。